继续来看，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今仔透早伫台北营总过身，才甲83岁。施明德是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指标性的人物。施明德查囝嘛表示讲，今仔是因爸爸83岁的生日，嘛讲因爸爸一生捍卫精神，有价值，会伫这个世界久久长长继续流传落去。接班的人不是说因为我年轻，所以我应该接班，应该谈谈说，我想要带你这个党。带领这个国家往哪里走？2018年要进入元期发表回忆录，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对民进党是大力批评，就亲像伊的一生拢徛伫执政者的对徛迄边。台北营总证实，施明德伫咧15透早因为肝癌过往，食到83岁，各界拢发文哀悼，感慨民主倒数大呢行去。过去他对于国民党有非常多激烈的批评跟指教，但是他后来也同样对执政的民进党也非常强力的监督，可以显示出来他是真正遵守自己的想法理念的一个政治人物。为反维权的政治犯，到发起红衫军100万人民倒变的运动，施明德捌3届以政治犯的身份入监，2届被判无期徒刑，一生坐监的时间累计要26年。是台湾民主化过程当中真有指标性的人物。总统蔡英文前一天赶去病院见因上尾一面，前总统陈水扁嘛伫人面前笑脸。施主席是过去民进党的党主席啦，哈，那对台湾的民主也有卓越的一个贡献，哈，那尤其在威权时期，哈，能够这个挑战禁忌，那我们一方面也这个表示哀悼，那2方面也请家属能够这个节哀。施明德的2个查某囝发文表示，施明德伫伊生日的这一天行去，甲咧等伊的亲人，也有做伙出生入死的战友团圆。伊一生捍卫精神甲价值，会伫这个世界久久长长继续流传落去。施明德这世人毋惊威权体制，封号做是台湾的曼德拉，传奇的一生嘛宣告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